夏天為咗避開猛太陽，有時都會選擇夜行嘅。夜晚去戶外就一定要預備好照明工具，就好似頭燈啦。咁點樣揀一款啱自己用嘅頭燈呢？小編就有幾個 tips 俾大家喎。第一樣就係亮度啦，頭燈有唔同嘅流明數字，越高嘅流明數字就代表更強嘅光度輸出。如果係會攀岩、跑山或者滑雪呢啲要快速反應或者細緻嘅運動，咁揀一個高流明嘅頭燈會比較有利嘅。如果係露營呢啲靜態嘅活動，揀一個150至250流明嘅頭燈都好夠用噶啦。甚至喺外國，唔同顏色嘅光對唔同嘅動物或者昆蟲都會影響細啲嘅。第二樣要考慮嘅係照明距離，長啲嘅照明距離都會有利跑山或者行山，可以提前發現障礙物或者導航用噶。第三樣要考慮嘅係頭燈嘅電源，頭燈亦都會有電池或者充電嘅款式，充電嘅款式嘅頭燈充一次電都可以用好長嘅時間，唔使用一次性嘅電池，性價比都會高啲喎。但如果你係會長時間喺戶外逗留而冇辦法幫頭燈充電，咁電池款嘅頭燈就會啱你啲啦。Black Diamond 就有唔同流明數或者充電式、電池式嘅頭燈選擇。睇完小編嘅介紹，希望幫到大家揀翻個啱自己用嘅頭燈啦。